病人自主权利法伫2019年就开始来实施，是要保障癌症末期的病人会当选择自然死亡。也毋过，互医生来协助死亡这件代志，其实打扰社会也无共识。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调查发现，讲有8成的人是支持互医生来协助死亡，这当中男性支持度比女性要搁较悬。台湾体育主播布达林长期受到腰鞘癌的折磨，伫2018年飞去瑞士，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来协助死亡。虽然台湾伫2019年已经有病人自主权利法，互癌症末期的病人会当选择以自然死亡，不过医生协助死亡这个代志伫咧社会也未达成共识。台大公共卫生学院针对全台将近4000人做一份调查，发现有超过8成的民众支持，若病人已经到末期，而且疼甲无药医，应该有权利请求医生协助死亡。这个研究有看到，就是说，台湾目前的社会，逐渐的趋向说可以接受，这一个一种死亡的一种价值选择这样。台大公卫学院表示，医生协助死亡这个代志是由医生开致命药啊，让病人家己决定是不是要食药啊来结束生命。目前全世界拢总有5个国家实施，通常这个决议是限制用伫咧末期的病人，而且疼甲无法度解决的患者。这个调查也发现讲，支持医生协助死亡的族群，以少年人、男性，也是无宗教信仰的人占多数。不过，若是像年纪较大的族群，也是女性有宗教信仰的人，较无支持。的确是看到讲男性支持的程度较高，可能是女性吼，伊较用这种关怀甲照顾的一个态度去看死亡这个代志。另外，学者也发现，医护人员普遍较无支持医生协助死亡这个代志，认为可能和职业伦理、法律责任有关系。对此，学者呼吁台湾社会应该来主动探讨临终选择这个议题，也让医生和病人有更较侪沟通的机会，共同面对人生上尾一段路。记者戴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